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7月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6篇，列王记下卷第5章19节 B 到27节，使徒行传第19章28到4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乱。我们都知道，在台湾的中部有一间民间宗教庙宇，它过去一段时间被人家爆料出20几年来，每年庙宇的财产报告余额金额都是分文不差。令人感到疑惑的是，这个有周边摊商的权利金收入，还有源源不绝的现金捐款，以及像类似黄金的收入。可是这一些的收入好像都没有办法让庙宇的年终结余增加分毫。这样的情况不禁的使人起人疑窦。然而，这种关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其实是非常难被击破的，因为他们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甚至他们本身有着巨大的力量，可以结合起来对抗外界的质疑，而不必有任何的说明。即便有时候看到他们内部也有许多的矛盾以及冲突，但是为了利益，他们可以结合。就这样的结构，其实不只出现在台湾的某些公庙系统当中而已，也同时也出现在许多其他国家、其他的宗教组织。那我们说的其他国家，甚至我们这2天所读到的经文里面的记载，使徒行传第19章记载了以弗所的雅底米女神，他们的宫庙系统里面都有这样的问题。昨天的经文我们在读经分享的当中提到了，因为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以弗所地区传福音的时候，说了一句真理的话。他说，那人所刻的神不是神，不是真神，也让许多人开始思想了他们的敬拜或是宗教行为。后来有很多人纷纷的改信基督，也因此这对这个公庙利益共同体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其中最大的银质神器的制造者叫做迪米特，他就纠众起来群起抗议。在以弗所的大剧场里面，他们集结抗议，造成地方官员的紧张。圣经记载说，群众一听见这些话就狂怒起来，大嚷着说，以弗所人的雅底米女神多么伟大！于是骚动蔓延了全城。暴民抓住跟保罗同行的2个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一起冲进戏院里去。既然被圣经记载为暴民，就知道其实现场是非常混乱的。虽然他们同声大喊着说，以弗所人的雅底米女神是多么的伟大，可是我们相信大多数在那里大声叫嚣的人都不知道，带头的人的心里根本不是为了或是在乎敬拜，而是在乎在这个宗教行为后面所带来的利益。然而现场是混乱的，他们完全都不在意。圣经又记载说，
这时候，整个会场乱哄哄的，有的喊这个，有的喊那个。多数的人不晓得他们聚在那里是干什么的，这就是我们在谈的。因为就如同许多大多数的这种群众运动一样，大多数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被操弄了，那是因为他们的参与更造成了现场的混乱以及声势。以弗所城的书记官试图安抚群众，他却就对这些人说，最后那城里的书记官把群众安抚下来，他说，以弗所人呐，谁不知道以弗所城是守护大雅迪米女神庙和那块从天上降下来的圣石的？虽然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事，你们就应该安静下来，不可有鲁莽的行动。你们把这些人带到这里，可是他们并没有盗取庙中的东西，也没有亵渎我们的女神。如果迪米特和他的同业要控告什么人，自有规定的开庭日子和听诉讼的官长，他们可以对质。如果有其他的事，也可以在合法的会议中解决。像今天的暴动，我们难免要被追究责任的。这一切的纷扰是不对的，我们自己也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就如同大部分的混乱就是这个样子，出于某些少数人的私心，他们玩弄了大多数不明是非的人一起来作乱抗议，而这些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自己是为了伸张正义而做，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那个被愚弄造成混乱的来源。这种是非不明正是混乱的来源，当然也就大大的得罪了上帝。乃曼将军为了他被医治，他就找先知以利沙来表达他的谢意，但是被拒绝之后，他载了以色列的泥土，准备回家去开始敬拜以色列上帝的生活，却没有想到先知的仆人基哈西，他起了贪婪之心。他这样被贪婪的心所驱，就去追赶乃曼，并且索取了原本他要给以利沙先知的礼金和礼物。基哈西以为他这样做无人知晓，但是先知以利沙却是完全知道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就如同上帝什么都知道一样。基哈西所做的事，让我们联想到圣经里面另外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犹大，虽然他在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有大概3年之久在学习，可是他不但不了解他所跟随的老师是谁，还更因为贪图利益而出卖了老师。另外在使徒行传第5章第1到第11节的记载，亚拿尼亚和他的太太撒非拉以为圣灵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欺哄了圣灵的事情。在内心里面，这些都是混乱的，看起来好像他们的作为改变了整个的世界，但是事实上真正最受伤的其实是他们自己。根据圣经的记载，上述的3个人
都丧失了生命。而那一位贪婪又欺骗以利沙的基哈西，却得了乃曼刚刚被治愈的麻风病，并且更加的严重。这值得我们现代基督徒警醒，特别在这样混乱的世界当中，能够明白什么是顺服上帝的旨意，什么是顺着自己的私心，就在一念之差而已。诗篇第6篇，上主啊，求你不要发怒谴责我，求你不要在烈怒下惩罚我，求你怜悯，因为我衰残，求你医治，因为我精力耗尽，我的身心陷于痛苦。上主啊，这痛苦还要继续多久呢？上主啊，求你回来救我，因为你爱我，因为你拯救我。在坟墓没有人纪念你，阴间也没有人颂赞你。我因悲愁衰残，夜夜我的床榻浸在眼泪里，我的枕头湿透了，我的仇敌使我哭泣，我的眼睛红肿，视力衰退。作恶的人啊，走开！因上主已经听见我的哀哭，上主垂听我求助的呼喊，他悦纳我的祷告。我的仇敌要遭受耻辱失败，他们在纷扰惊惶中突然退却。恳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政治、军事、道德都混乱的世界中，活出公义的生命，让我们活在世界，但不被世界所影响，更有你的能力来影响世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